因为你是慈爱，你是公义，是信实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静下心来安静，为的是要来单单的敬拜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一切都献给你。求你来充满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还是我们要结束圣灵祈求，阿门。我们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我们求圣灵来充满我们，我们求圣灵来不断的在我们生活里面来教导我们。圣灵，请你来主张我们。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可以闭上眼睛。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力让你牵引。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力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就是我们一起站立，我一起来追求的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指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圣灵，请你来，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力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指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你与真理。这是我们为着自己来祷告。我在分享，因为我们这礼拜有非常多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今天也许刚上课，刚回到神的面前，也许我们会有一些烦躁的事，或是在我们心里面一直放在我们心里面没办法放开的，我们一起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事情当中，主要让我们更多的朝见。这个时候，我们来为还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也许有些人还在路上，也许有些人可能还正在挣扎，我到底要不要来？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为着还没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有很多人非常的渴慕你。主啊，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渴慕你，因为有些人还不知道福音，有些人知道福音，却不知道要怎么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或是用你的诗歌，或是你透过身边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谢谢你，我们在帮助那些还没有来到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神你让你同在，让他们来到我们面前，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主，谢谢你，主。
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要追求你主，在宣告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大能更新我灵，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恩在你的面前，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甜美的一个交通，感谢你让我们学会安静等候你。怎么样？我们这样互相道平安，都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现在邀请你们站起来，跟5位的弟兄姐妹握手，看着他的眼睛，跟他说：“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灵，看见神复兴的到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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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神歌唱。上帝不只呼召我们成为上帝不只呼召我们敬拜他，他也成为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那让我们再一次张开我们的张口，一起来敬拜赞美。十字架的大恩，终将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此长存。
你有很多的小缺点，但是都求你能够更新我们，求你能够让我们在你的爱中享受在你的同在里。让我们一起用接下来这首诗歌，主你是我的一切，我们一起来敬拜。
者，大家平安。我是台神道硕2年级的学生啊，我的名字叫做高雅萍，布农族的名字叫做布尼娜娜比玛。很高兴今天能有这个机会呢，跟大家分享上帝呢如何进入我的生命，以及我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在这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我相信在这个时候你与我们同在，你就看见在座的每一个你所拣选的生命，来渴慕你，来追求你。就像我们曾经如此需要你的时候，让我们听见神你的声音。主啊，在这个时候，透过你如何改变我的生命，让我如何经历你，能够在这个时候见证你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大家有听过《纳尼亚传奇》吗？哇，你们都不喜欢看电影。《纳尼亚传奇》的作者呢，叫做 C.S. 路易斯。这个 C.S. 路易斯呢，非常难念。他呢，也是一个顶尖的神学家。他曾经说过呢，我们在世界上每做的一个选择，都在塑造我们适合去天堂还是下地狱。让我今天见证这个见证分享呢，有第一个主题，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看不太到在上面那个白白的字？它明明应该是黑色的哦，它可能配合今天的族群阿美族哦，就变白了这样。哦，它那个字叫重要的选择这样。好，我出生呢在一个缺乏的家庭，缺乏爱，缺乏保护，缺乏物资。我的爸爸呢，在他29岁的时候，就因为脑瘤开刀中风。现在大家可能会觉得脑瘤开刀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但是在50年前，那个是一个30年前，那是一个很精密的手术，所以造成的后遗症就是他右半边终身瘫痪。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3个姐妹跟他的家庭。但是呢，他身体已经这样瘫痪了，他还是选择每天的酗酒。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她没有办法承受这样子的压力，跟这样子的一个缺乏保护跟丈夫的这样子的一个关心跟付出的时候，她选择离开。那个时候我才3岁，离现在也没有太远啊。那时候我才3岁。所以我3岁的时候就没有了妈妈，然后我的祖母，也就是我的阿嬷，她开始照顾我们，肩起这个照顾我们的责任。我们3个姐妹跟我的爸爸就开始跟我的祖母一起生活。但是呢，到了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的阿嬷她真的太累了，因此她在日积月累的这个劳累之下，以及日积月累的疾病之下，他在6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顿时之间，我们3个姐妹这么小，然后还有我这样子半身不遂的爸爸，我们变成了我们家族的重担。大家开始说：“哇，这样子一下子我的一个家庭要多4个人，我们该怎么办？”我有3个姑姑，1个叔叔，所以他们开始讨论的时候，我的叔叔。我的大姑姑现在变成了家族的大姐，她就站起来说话说：“那这样好了，3个姐妹就按照辈分来分，大姐就去我家，我大姑姑，2姐就是2妹你来养，小妹就是我最小的妹妹，那就给你了，小妹。”哇，大家没办法拒绝，因为他们想不到更好的方法。至于我的爸爸呢，就跟着大姑姑这样子。大家就很安静，然后用愁云暗淡的那个情况之下，突然我的叔叔站了起来，他是我们家第2个就是我的叔叔，我爸爸的弟弟就站了起来说：“现在这3个姐妹，她们绝对不能分开，而且也不能和她们的父亲分开生活。”
我想当初妈妈为什么那么坚持要独自养育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分开生活，所以就让我来养他们吧。我的叔叔当时是一个刚从神学院毕业2年的传道人，他跟他的太太以及他的小孩一起住在牧师馆，所以这个毕业2年的传道人就开始回去和教会的小会恳求再恳求，为的就是要让我们3个姐妹跟我的爸爸能够一起住进牧师馆。在座有牧师吧，以及有长老吧，哇，这个天人交战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抉择，感谢主，教会接纳了。所以我们这个是我应该没有弄乱吧？所以我们开始和我的叔叔一起生活，这就是我小学5年级的时候我们拍的第一张全家福。也因为开始跟我叔叔婶婶一起生活，我开始有非常丰富的教会生活。这个后面就是我们的教会，现在台东叫做武林教会，就是后面这一间。所以在我高中要预备毕业的那一年，我就很有自信的跑去找我的叔叔婶婶说，叔叔婶婶，我想要读神学院。哇，我那时候一直很期待，说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然后会拥抱我，或者是流泪，说哇，这是太棒了，这样终于有人要接我们的那个步履之类的。结果呢，我的叔叔婶婶他们安静的听完之后，对我说，神职人员这一条路真的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也因着你还年轻，我们希望你能够在接受一般大学甚至工作之后，再来决定是否真的要成为神职人员。哇，其实我当下是很错愕的，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根本还没有预备好要成为神职人员。我当时只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得到我叔叔婶婶的赞许。为什么？老二情节，因为我在家中排行老2。哇，我那时候想要成为他们眼中那个最亮眼的孩子，所以我跟他们提了这样子的一个要求。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能够让教会的会友说肯定这个孩子。我相信神也非常确定，我当时就是抱持着这样子的心思。所以呢，我也就开始投入就开始报考一般大学。在大学期间呢，我有持续的上教会啊，参加团契啊，参加总会的大专团契，在这当中也参与干部。哇，应该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经验跟信仰累积。结果我大学4年之后毕业了，我第一件事情我想到的就是赚钱，因为我当时看到的是我的叔叔婶婶他们有3个孩子要养，不包括我们，然后我的妹妹也还在念书，我觉得我不行，完全失去了完全没有参与家里的经济的这样子的一个投入，所以我就跟我的家人说，我要考公职人员。然后他们也没有说任何一句话，也没有我就自己做了这个决定，自己做。但是呢，进神学院这一件事情我并没有忘记，但它变成了一个我跟上帝交换的条件。我每天开始做一个祷告说，主啊，请让我尽快非常快，你能够做的多快就做那样子的一个速度，让我考上公务人员。为什么？因为我只要工作15年，15年一到，我就要毅然决然的放弃这一切，成为你的仆人。你听到了吗？15年我就会回去了，就这样子。我开始报名补习班，每天早上9点进去，每天晚上9点出来。就这样非常刻苦且拼命的我，在考完第3次的考试之后，我的预感就是中了，就是这次了，稳
什么文屌屌吗？是什么台语？就是说哇，没错，就是这一次了。我非常的有自信，因为在写答案的过程中很顺利这样子。结果你们觉得我有考上吗？哦，对我这种没有信心的。没错，如果我有考上的话，我大概10年后才会站在这里。我当时知道我的成绩离录取分数不到1分之差的时候，我真的整个人崩溃到不行。我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关着灯。你知道2年多的努力，9点进去，9点出来，哇，那个是付出了多少的心力？我一边哭一边很挫折的时候，我开始渐渐的发现，我越哭越激动，越哭越难过的原因，不再是落榜，而是深深的感觉到我非常的羞愧，我非常的愧对于神，我一直在做错误的决定跟祷告。我从对落榜的这样子的一个流泪，慢慢的知道说，我现在在流泪，不是在为落榜而流泪，而是我完完全全的愧对于神。所以那个时候，我再一次做了一个觉知祷告。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当然那个不是耳朵听到的声音，而是心里面发出的声音说：哇，你把上帝的事工想得太廉价了，你也把自己想得太高尚了。15年之后升官又发财的你，真的能够放弃这一切，回到神的里面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吗？我当时真的觉得很羞愧，很羞愧，因为我很清楚知道我根本做不到。所以当天晚上，我做完这个觉知的祷告之后，我再去找我的叔叔婶婶，我跟他们说，我要报考神学院。当时我的叔叔婶婶他们就是像我那个曾经期望的那样子的一个反应，非常的高兴，拥抱我，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在你17岁那一年，决志给主的时候，我们就每天为你献上祷告了。我永远记得我叔叔婶婶他们开心跟非常感动的那个样子。我相信那是比听到我考上公务人员还要开心100倍。所以我就开始找工作。为什么找工作？因为我不要靠家里，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去储蓄，做我未来的学费。台省的学费，不便宜呢。但是不要紧张，原住民有补助，所以我开始工作，然后因为我才真正的进入社会工作的时候，我完全投入在我的工作里面，我根本不想就是没有再继续想说我要准备神学的考试，我要准备考试，而是我要准备我的业绩，我要准备很好的成绩给我的主管看。就这样子，我连续放弃了2次报考神学院的机会，不然我现在应该是传道人了。那个时候，在我的生命中再次发生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他自从在我的阿嬷过世之后，我爸爸他整个人完全的改变，不是说他会走会跳了，而是我爸爸他隔天之后，我阿嬷过世之后，他一滴酒说不沾就不沾。大家或许会觉得，哇，我是在讲什么天方夜谭吗？并不是的，因为我相信我的父亲，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在失去他的母亲的时候，他亏欠他太多了。所以我的爸爸他开始在隔天之后，他完全的戒掉酒，但是烟和槟榔原住民最好的朋友比较困难，但是几年之后，他还是把它戒掉了。更让我们感到感谢神的是，他开始进入教会。他每天祷告，每天奉献参与聚会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真的程度，比我们3个姐妹都还要认真。也因为我爸爸他这样子的改变，我们和他的关系也跟着改变了。我们以前很怕他，我们不会主动的亲近他，因为他会
有一些暴力的举动。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子和他一起照相，这个是我们在小的时候绝对没有想过的事情。所以，我爸爸他非常热爱教会的工作，但因为他半身不遂，他能够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打扫。我爸爸就每天不间断的拿着扫把跟畚斗扫我们教会的环境。我们教会比目前樟树教会的范围还要大，但是我爸爸他每天不间断的做他唯一服侍神、服侍人的工作，打扫教会。但就在2014年的9月，我的爸爸他因为经年累月的脑部出血回天家了。我那个时候非常的埋怨神，因为我的爸爸他在我们完全没有预备之下就这样子走了，没有办法对我们有任何一个交代，茫茫然的让人不知所措。爸爸的突然离世，造成我心中极度的哀痛与遗憾。我当时每天的祷告就是狂飙骂神，说：“你爸爸的人生都这么悲惨了，但是他开始接受你的信仰，基督信仰重新翻转了他的生命，你却在我们子女还不能孝顺他、陪伴他的时候，和他恢复关系的时候，就把他接走了，为什么？”但之后神用他的方式告诉我，这是他给我的功课，他为的就是要让我学会把握生命中重要的人事物啊，重要的人，我们的家人朋友，重要的事，我们基督徒的身份跟使命，重要的物，那一颗神一直在等着你回应他的心。所以我始终的相信，我父亲他52年的生命里面，上帝所做的工，是我见过那最美好、最美好的见证。也就是因为这样子，让我决心更加的坚决的来决定成为神的仆人。我们每天都在做选择，选择今天要穿什么衣服啊，中午要吃什么，选择我们今天晚上到底要不要来参加这个聚会啊。但也有我们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父母亲，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家庭，我爸爸也没有办法选择他要不要得脑瘤。所以当我们能够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每一个选择都变得极为重要。我们一起来念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10章38到42节，我们一起来念。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她有一个妹妹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我的叔叔在可能会和教会小会产生嫌隙误会的时候，选择了保护我们3个姐妹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机会。我的爸爸在他失去至亲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使他生命受伤害的东西，让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玛利亚放下许多让人超凡的事情，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我在正式报考台神之前，我还是决定继续工作，因为当时家里的状况，所以让我停止了工作一段时间。我希望我有足够的积蓄再去台神读书，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能够找到一份周休2日，让我周末可以服侍，然后并且让我在上班的时间有足够的机会能够离职了。
只要你去完成这一张纸所说的那些课程，拿到时数之后，经过我们的面试，你就可以被录取了，是不是很幸运啊？这样，哇！我听到的时候，我脑袋整个一片空白。主管看到我是不是愣在那边？他说：“你不要担心，面试只是一个行政流程，我们一定会让你过的。”这样，哇！我听到之后，我什么话也没办法说。主管继续讲他的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主管说：“主管谢谢你，我要回去考虑看看。”然后主管突然就整个人呆住，然后我就跟他敬个礼就离开了。我当时那一天晚上，我马上打电话给我叔叔婶婶，跟他们讨论。我叔叔婶婶跟我说：“你不用我们不会给你任何的决定，我们不会帮你做任何决定，你可以有任何的选择，每一个选择我们都支持你。但是在你做选择的时候，记得要祷告。”所以当天晚上我就做了祷告，下了一个选择。隔天呢，主管没有叫我，然后我就自己敲了他的门进去了。然后主管很开心的看到我说：“怎么样？根本不需要考虑，对吧？”然后我说：“是的，真的不需要考虑。”我很谢谢公司跟主管你们对我的赏识跟肯定，但是我并没有想要成为图书馆员，我要成为的是神职人员。所以明年之后我就会去考试了。谢谢你，主管，真的非常感谢。然后我就离开，留下一脸更加错愕的主管。还记得那天下班回家，我突然觉得整个身心灵好轻松，好舒适。我一边骑车，但是我一边流泪，因为我当时确定我自己做对了一件事情。我优先选择了上帝国的事情，我非常的有成就感。各位亲爱的朋友，什么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选择？我想这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课题。愿我们能够借着不断的祷告，不断向神来祈求，找出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优先顺序。因为只有选择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才会清楚的知道我们要舍弃的是什么。谢谢大家的聆听，愿上帝祝福你们。各位牧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我们刚刚听的布利的这个见证，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我觉得他很放弃了他把主管都放弃了，但是他爱上帝，把主管放弃了我觉得我们人就是要有舍才会有得你要有得就必须要有所舍。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故事。这段的故事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第18章第35节一直到43节。这段的故事其实我们不需要再去读圣经了，因为大家很熟悉，就是瞎眼的故事瞎眼的人被耶稣医治的故事在要讲这个故事之前呢我有一个例子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例子是这样子，在大帆船的时代，大概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科技还不是很进步，那时候最好的船大概就是帆船，有点像这样对不起，帆船。就是帆船这个帆船好像有一点比较进步一点，比较大的。其实以前大人的那个帆船没有那么大，就是只有一个帆，一个船，就这样而已那个伟伟给我弄一个太棒的船这个是大概是观光用的船吧
原来那个是大帆船的时代。你知道大帆船时代那个在美国的麻州，就是很多这种大鱼的人用这个帆船去打鱼。通常一般来讲，他们出门去打鱼的时候，出海的时候，如果出去1个礼拜，顶多2个礼拜已经很了不起了。因为以前的设备没有那么好啊，你出去的有时候搞不好很危险的。有时候风浪一来方向搞错会回不来的。通常一出去打鱼，大概1个礼拜了不起2个礼拜就赶快回来了。可是这其中呢，有一个很传奇的人物，这个人物是谁呢？就是赫尔船长，他的名字叫赫尔。这赫尔船长他每一次出去打鱼的时候，打得比别人多。为什么？因为他出去的时间比别人长。人家是1个礼拜、2个礼拜，他可以出去1个月。你说打1个月打的渔获量会多，还是2个礼拜渔获量多？不用讲，一定时间越长，打的渔获量越多。所以大家就很羡慕，他就问他说：“赫尔船长，你能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到底你为什么能够去那么久？原因在哪里？”他说没有啊，我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每当我船开出去在海上的时候，我一定做4件事情。哪4件事情呢？来，我们一起来练一次。第一，听什么？海风。第2个，看看水势。第3个，拉拉绳索。第4个，望望星宿。你知道吗？听海风，这很重要啊。出去的话，船开出去，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风不知道怎么吹，对不对？如果知道风怎么吹的时候，你就可以闪躲那个风，闪躲那个强风暴，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2个，要看看水势，那个浪一来，水势很强的时候，船是会翻的，所以你必须要闪过那个大浪，要闪过大浪，所以你必须要看看水势。再来就是拉绳索，这个绳索不只是要长长的，如果要拉紧，那就拉紧就好了。不是反正有的时候那个要掌握那个方向，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帆呢是要松一点，有时候帆呢要怎样？要拉紧一点。有什么时候紧，什么时候松，都完全凭经验，而这非常重要。最后一个就是要望望星宿。当你在这个大海茫茫的当中，有时候你会失去方向。晚上的时候很重要，就要看看那个星宿，看看那个北斗星来判断你现在位置在哪里，方向有没有正确，这非常重要。哇，他就知道了。可是很多人就问他说：“你听海风是怎么听的？怎么判断说那个风会怎么吹？将来会发生什么风？你是怎么听的？”他说：“这完全要凭经验，我自己也不会讲啊。而这个看看水势，这个水势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之下，浪会变成怎样？怎么判断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因为这是完全凭经验，都是凭经验，他说不上的。请问大家，你知道经验吗？年轻人可能比较不清楚，要不然你问你的牧师。一讲到经验，有时候真的我在神学在教牧会学。”很多常学常问我，牧师怎么牧会才会成功？有时候我都会更傻眼，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的经验是什么。我只能够告诉你一些原则跟方向而已。这经验是很难传承的，也就这样子，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直到19世纪初的时候，开始科技渐渐越来越进步。结果呢，有什么雷达有没有？有很多的仪器去测量那个气象等等。哇，开始就有规定了，为了安全起见，所以政府就下令，所有一切做船长的都要考 license， 要考那个什么执照，要考执照，没有考执照就不可以当船长。很多人就跑去问那个赫尔船长说：“船长你年纪那么大了，那你现在你要继续做船长，必须要考执照，你知不知道？”他说：“我已经考上了，好厉害老人家他去哪去考，竟然也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很多人就问他了。他说：“你考上了以后，那你怎么面对？你怎么样继续开那个船呢？你是不是用老方法、修新方法呢？你是怎么来掌握那个船？”他说：“很简单出海了以后，第一件事情，下到船舱的下面，根据所有的仪器，他就画好所有的天气图，然后又画好所有的指标图，全部都做完了。科技的部分全部做完以后，他仍然上到甲板上去。
做什么？做4件事情。哪4件事情？第一个，听听海风；第二个，看看水势；第3个，拉拉绳索，没有关系，大声一点；第4个，望望星宿。还是跟你做这4件事情。因为什么？因为科技跟这个经验把它配合起来。原来根据这个科技，它在外面可能可以打鱼可能花个半年，可是现在它经过它的经验以后，它在外面可以达到1年，甚至1年以上，可以捉更多的渔获量。这个就是赫尔船长的故事。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晓不晓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刚刚一再强调的，听听海风，看看水势，拉拉绳索跟望望星宿，这一切的经验，有的时候是非常主观的，非常主观的。你必须要不断的累积你的经验，一点一滴的累积你的经验。圣经够不够大本？好大一本哦，这么大一本，从哪里开始念起？圣经要弄熟容不容易？很不容易哈，必须怎么办？一点一滴的累积，跟你的经验一样。你如果像赫尔船长那么厉害，你也仍然一样要一点一滴的累积你的经验。从什么时候开始？从现在就开始，一点一滴的累积，一天读一点，一天读一点。如果你每天读3章，每天读3章，3年以后你就可以把它读完一遍圣经。因为圣经总共有1089章，1089章。因为如果我们这样每天3章，你去算一算，大概就可以就知道应该怎么样把它念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祷告人，你就必须天天祷告，天天祷告，一直累积你祷告的经验。一段时间以后，你的经验就会累积成为非常会祷告的人，就成为一个祷告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好，今天我就要借着刚刚我所定的那个经文，这是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这个路加福音第18章35节到43节，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要如何能够经历到耶稣基督他的医治。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最后的结果，这个瞎子到最后被耶稣医治了。那到底为什么他会被医治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他怎么被医治呢？第一个，我要分成3大部分跟大家分享。第一部分要从共观福音书来看完整的故事。第二个部分要从这个瞎子，这个瞎子到底他为什么被医治？第三个，耶稣怎么医治他？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解答，分成这3部分。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从共观福音书来看完整的故事。你一听什么是共观福音？搞不清楚什么叫做共观福音书呢？很简单，我告诉你，圣经有几本福音书？4本都是写耶稣基督的传记，对不对？除了约翰福音的记载方式不太一样以外，你看马太、马可、约翰，你会发现常常读圣经的时候，那个故事都几乎是很类似，对不对？都很像。所以有人就把这3本福音书放在一起看，所以放在一起看就叫做共观的福音书，简不简单？太简单了，读神仙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对不对？有什么可以作弊的？骗他们办懂意思吗？就是这样很简单，没有难啊。你看后面那几个长得怎么样，你们长得比他们更好所以你们都要读神学，开玩笑回过头来，我们来想一件很重要的问题：什么叫做共观福音书？就是要帮助我们对故事能够更完整的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有3本福音书用不同的角度来写同样的一个故事，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如果同一个故事，你如果要完整了解它的话，你把马太、马可、路加共同有的故事把它念过去，研究一下，你就能看见完整的故事。这就是从共观福音书来看完整的故事，这样了解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路加福音第18章35节到43节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好像有的圣经会在那个
大字的下面有没有会写什么呢？这段的经文马太在哪里出现？马可在哪里出现？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在哪里出现过呢？在马太福音第20章也出现过，在马可福音第10章也出现过。如果你把马可福音的第10章跟马太福音20章看同样的这一个瞎子被医治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2个很严重的问题。哪2个严重的问题呢？同样一个故事完全一样的有2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把称之为叫困境，我们要去读。第一个。马太福音，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18章怎么说？第一句话怎么说呢？35节怎么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没有？将近耶利哥的时候。可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描写20章描写什么呢？是耶稣到了出耶利哥的时候，对不起，耶稣出耶利哥的时候。可是马可福音却说耶稣到了耶利哥的时候，那糟糕了，同样一个故事，对不对？又是出耶利哥，又是将近耶利哥，又是到了耶利哥，到了还没有，还是还没有到，还是到了没有，还是要出去耶利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莫名其妙嘛，对不对？不是同一个故事吗？那难道圣经冲突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冲突，原因在这里。你还记得刚刚我记得好像是伟明还是谁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祷告的时候提到耶利哥城的故事，有没有？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那个迦南地以后，第一件事情做的就是什么？攻打耶利哥城，对不对？扛那个约柜去绕城7天，到最后一天绕7次，有没有那个故事？后来耶利哥城就怎样倒塌了，对不对？倒塌了还有耶利哥城吗？就没有了，城就没有了，城一倒，鸟兽散，是吗？走光光了。你知道吗？更狠的是什么？耶稣亚竟然咒诅这个城，怎么说呢？耶稣亚记第6章24节怎么说？他说耶利哥只是上帝所咒诅的，谁如果重建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是要死长子，安门的时候要死幼子。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没有人敢盖，你知道吗？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主前870年的时候，也就是亚哈王当政的时候。有一个人不怕死的就重新盖耶利哥城，这一盖就怎么样？就真的受咒诅。为什么？立根基的时候长子就死掉了，结果安门的时候呢，幼子就死掉了，又死掉。那请问耶利哥城盖起来没有？盖起来啦。所以就在主前870年又重新盖了那个城，盖。可是你想想，主前870年，那耶稣的时代，耶稣那时候几岁？大概30岁出来传道，对不对？再加上30年，870年再加30年，多久？900年，对不对？所以这个城已经多久了？经过了900年，那旧不旧？很旧了，可能开始有一些就断垣残壁，对不对？来了，那是什么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罗马帝国当时的那个长官是谁呢？是罗马皇帝那边派来的，叫做大希律王。这个大希律王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所以怎样为他们建立耶利哥城？在哪里建呢？在旧城的东南方的地方，3公里的地方盖了一个新的耶利哥城，懂吗？所以现在有几个城？有几个耶利哥城？2个。一个是新的，一个是什么？旧的。好啦，如果他来到了这个耶利哥2个耶利哥城中间的时候，从新耶利哥城要往旧耶利哥城走，在中间的地方，对旧耶利哥城来讲是什么样？将近耶利哥城，对不对？如果从新耶利哥城来讲，它叫做什么？它叫什么？它出耶利哥城，所以到底出还近还是将近都没有关系，有问题吗？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困境就解决了。第2个，可是马太福音形容是瞎子有几个，你知道吗？有2个，不相信你去看，就是马太福音第20章说有2个瞎子，可是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就偏偏讲只有1个，那到底是2个还是1个呢？问题就很大，这牵涉到什么？牵涉到作者的主张。马太福音的作者比较喜
喜欢按照事实的状况来去描写。可是马可跟路加比较有他的神学思想，觉得说他主张要怎么样，就他的观点是怎样呢？就是要以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为主。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明明就是两个瞎子。他为什么写成一个瞎子？因为出来做见证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呢？有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格拉森的故事吗？格拉森被鬼附的那个有没有？然后有2000头猪，他不是那个巫鬼被耶稣赶出去，然后就附在哪里？附在猪群里面去，有几头猪啊？2000头猪就掉在哪里？掉在海里。你去看，在马太福音第8章写2个被鬼附着的人，可是马可福音第5章跟路加福音第8章写的是1个被鬼附。所以你就从很多的点点滴滴去查考的时候，编辑查考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马太福音讲的都是事实真相的状况，可是马可跟路加强调是什么？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才有算数，没有为耶稣做见证的就不算数，所以是只有一个，这样了解吗？所以呢，2个1个有关系吗？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困难也没有，就这样解决了。可是现在我们要谈，那既然是瞎子，那到底他是谁呢？然后我们从马可福音就能够很了解。马可福音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个瞎子叫什么名字呢？叫做巴迪买，就叫做巴迪买。因此呢，我们对整个的故事呢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来看看，这就是刚刚我们所提的，是出耶利哥呢，还是什么？还是我看不清楚啊。到耶利哥，还是什么？还是将近耶利哥，这就是这样处理的。再来，我们来看看那个瞎子到底是1个还是2个？这个我们已经提过了哈。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们来看下一章，这个瞎子到底是谁呢？到底是谁呢？是谁呢？就是巴迪买，这是巴迪买。好，我们来看。那巴迪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是第2大部分跟大家分享的。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讲说，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怎样乞讨。你有没有发现？你看他是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然后怎样在乞讨。好，我们来看他是怎样的人。他是一个瞎子，对不对？我知道要这样用，不是到那边，不是不到那里，就是瞎子，对不对？瞎子就是残障人士啊，他是一个残障人士，他坐在路旁，表示呢是被社会所抛弃的，对不对？他要饭，表示他的经济状况是最差的，这就是巴迪买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请问，巴迪买晓不晓得他自己的状况？清清楚楚。我是个瞎子，我是残障人士，我是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我是一个经济最差的人，我自己非常了解。刚刚我们听到那个普尼做见证，对不对？他为什么一直讲要赚钱？我读神要赚钱，为什么？他了不了解自己？非常了解，因为我的经济状况不好。他晓不晓得他刚做的见证？你有没有发现他的家庭状况是不是他很清清楚楚很了解？其实他们是寄宿在哪里啊？寄宿在叔父的家里，对不对？在牧师馆嘛，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故事？他很了解，他很清楚，因为他很清楚他到底是谁，所以他知道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对不对？瞎子跟哪一样？这个瞎子后来有没有得到医治？有啊，他得到医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他如果不知道我是谁，他怎么会回答耶稣说？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说什么？我要你看见，我要你看见，因为他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是谁，就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那这样子他就不能够解决他的困境。因此呢，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状况我不清楚，只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对吗？没有人
除了上帝外，跟你自己外，没有人了解你，只有上帝最了解你，还有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看巴蒂马的人呢，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为什么呢？圣经怎么描写？36节的时候告诉你怎么讲呢？他说怎样？因为有很多人从那边经过，有很多人从那边经过，他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想想看，一个这个巴蒂买生来就是瞎子的，他做瞎子不知道做几十年了，我不晓得，圣经没有很清楚的描写。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他从小就是瞎子，所以他当乞丐已经当了几十年，我不知道几十年。你想做瞎子会不会习惯？会习惯。你做礼拜堂要做久一点才会习惯，习惯了就不会来做礼拜，要不然牧师很伤心。开你玩笑啊！我意思说要习惯。你坐的位置如果是坐这里，你固定坐这里，下次有人坐你的位置，你会骂人。你怎么坐到我的位置？习惯，对不对？习惯，对。瞎子即使他做瞎子已经习惯了，习惯了以后会怎样？你知道吗？他会没有表情，他只有放一个鼓在那里，头家啊，分解，老板啊，分你点，有分一点谢谢，没有分一点点臭脸歪一边，对不对？一般来讲都是如此。如果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什么车祸啊，他去看习惯了，他会去看他吗？不会去看他。有很多人从那边经过，他会管吗？不会管。所以你发现这个乞丐很有趣。当很多人从那边经过很吵闹的时候，他就问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事？问旁边的人，他非常好奇，他对每一件事情都好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在教会里面就要成为一个好奇的小孩子，你要成为好奇者，那个叫做关心，对不对？当你充满爱心、充满关怀的时候，你就想说：阿花怎么今天晚上没有来？那个老王为什么今天晚上也没有来？发生什么事情？听说发生车祸，你就知道，你就充满好奇。一个充满好奇的，他的消息会非常灵通，对不对？他会一直打听嘛，他会打电话，他会上网嘛，他会 Line 嘛，他会 Facebook， 他会很多东西，然后就一直找，追查到，这个叫做好奇心。我跟你讲，这种人就会融入人群当中，对吗？你要不要融入教会里面？要。你都不融入教会里面，你要怎么融入教会里面呢？要带着爱心来关怀周遭的每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刚刚我听姑娘做那个见证，我真的很感动。为什么？听到他爸爸改变，阿嬷走了以后，他开始怎样做什么事情？扫地呀！他说：“我只能够扫地，什么都不能够做。一个半身不遂的人，他能做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但是我可以扫地。我相信他扫地一定是动作怎样很慢，而且呢。”一拐一拐的，对不对？一定这样一拐一拐的，这样慢慢扫，很辛苦，很辛苦。但是他愿意，你愿意吗？人都不完全。你对教会的事情好奇吗？有没有充满爱心呢？这个瞎子会被医治，是因为他充满好奇。如果他不经问说是谁从这边经过，那他会知道是耶稣经过吗？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还坐在那边还在等。OK，上升起来了。有没有？还是问这个问题？可是他没有，他问：是谁从这边经过？当他问从谁这边经过，这句话就成为他被医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再来一个，他关心周遭的人。接下来呢，他充满着盼望。为什么呢？你知道吗？因为他想，当人家问他说是谁从这边经过，人家就告诉他什么呢？拿撒勒的耶稣从这边经过，有没有？他一听到拿撒勒耶稣从这边经过，圣经怎么描写？他就大声呼喊，有没有？圣经描写，他就大声呼喊，喊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样，我想那个分贝一定很高。
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刚刚他们说谁从这边经过，众人告诉他什么？拿撒勒耶稣从这边经过。可是他呼喊的是什么？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啊，怎么会不一样？他应该，人家告诉他拿撒勒耶稣从这边经过，他应该喊拿撒勒的耶稣啊，可怜我吧！啊，分开这钱给我，分多一点钱给我，不是这样吗？可是他不是哎，他喊的是大卫的子孙哎，为什么？很简单，我告诉大家，这个充满好奇心的人一定听过耶稣的名字，对不对？因为当时耶稣是所谓当时代一个所谓什么？superstar 是吗？好厉害！哦，因为大家都会问呢。哎呀，耶稣等一下又死，下眼看见又医病，又是死人复活，哇，事情发生太多了，就一直传出去，对不对？你说这个瞎子会不会听到？因为在耶利哥城怎么可能会不听到？就在整个的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的境界里面，一定会听到耶稣的名字，所以他听过，早就听到了。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没有人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听过了。你说这个瞎子没听过，一定听到人家讲过。听完了，他就一定会想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耶稣被医病赶鬼的故事，你有什么感触？我不知道。但是这个瞎子的感触是这样：哎，他怎么那么厉害？奇怪哦，也没有开刀啊，也没有吃药啊。哎呀，怎么说一句话说你的心救了你？哎，他就好了。哇，不能理解。他为了要理解，就怎样研究什么？研究圣经。他去探讨，因为他研究看不到，知道怎么样用问的，家里人问，可能叫他儿子会念书的，看看圣经，告诉我原因在哪里，或是他的朋友，请他告诉我，读圣经来给他听。这样研究那样研究，他研究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比你还辛苦，比我还辛苦，因为我们的研究都很好。而且以前的圣经不像是这个样子，以前是用滚的，有没有那个羊皮？答应很清楚，很辛苦的拿来研究。后来他发现一件事情，原来我们犹太人几千年来所盼望那一位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不就是耶稣吗？他研究的结果就是这样，耶稣就是我们犹太人所期盼的那位弥赛亚，所以他就天天在等候耶稣。你想想看，他是瞎子，很难找跟耶稣走，对不对？很难找。现在耶稣自己走，自己来到门前，他才高兴，所以忍不住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大声的呼喊。可是他大声呼喊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呼喊吗？下面那个人就这样描写：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不许他作声。那你想想看，他在喊的时候，耶稣到了没有？啊，到了没有？还没有啊！你要想象一下，好像看电影一样，好不好？还没有到啊，他就大声喊。所以前头走的人，那表示说前头走的人都刚刚看到他，你怎么大声在喊？耶稣在后面还没来，因为前头走的人嘛。表示什么？他要把握机会呀！耶稣不能让他走过去，耶稣过去以后，我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他为什么得医治？因为他把握机会，而且提前预约。请问我们看病的时候要不要去预约啊？打电话预约，要不然时间过掉了又去看不到病人，不是吗？预约，他也预约啊。那个时代他就懂得预约，不要说现在，他那时候懂得预约。提早，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啊！前头人看见就制止他，你不制止还好，你一制止他越发怎么样？大声的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更大声的呼喊，只有一个目的，要让耶稣听见我的声音。你们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常常这样想？主啊，我的祷告让你听见，我们就呼喊吧。他们不是上次不是这样讲吗？呼喊吧，上帝的百姓呼喊吧，呼喊吧！祷告要到一个程度，呼喊上帝，让上帝能够听见。上帝不是因为他耳聋需要你大声呼喊，不是，是要把你生命的气息
用你生命的气息大声的呼喊，证明你的敬虔，懂吗？重点是在这里，不是声音大小的问题，声音越大声，表示尽心竭力来爱主，尽心竭力来祷告，重点在哪里？让主听见。当他一呼喊以后，当他一呼喊了以后，他很怕溜走。当他一呼喊以后，耶稣听见了没有？耶稣听见吗？耶稣听见了。耶稣一听见以后就怎样？耶稣圣经描写说，耶稣站住。哇，好厉害哦！你是谁呀、何等人物啊？还可以命令耶稣站住？耶稣命令你站出来差不多，你还可以命令耶稣站住。其实不是，是耶稣主动愿意站住，因为我已经听见你祷告的声音，你呼喊的声音，你呐喊的声音，我已经听见了。你的心思意念，我已经知道了。所以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的此刻，耶稣为他站住。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期盼，要有一个期待，就是耶稣为我的生命，为我站住，站在我生命的道路上，跟上帝帮助我，这是非常重要的。刚刚波尼在讲到他自己的见证，你不觉得耶稣就站在他的生命的那个关卡上吗？所以他读神学就很顺利，他就来了，他就可以很高兴的跟老板讲：“哎，老板啊，对不起，老板还以为说他要留下来，很高兴。”跟老板讲说：“没有，我明年要去读神学，所以是跟老板辞职的意思。”然后他说回家的时候路上怎样？他一边走一边掉眼泪，他觉得怎样？很荣耀，对吗？他觉得很有成就感，很荣耀。为什么？为什么他掉眼泪？为什么？是因为他的生命当中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决定，那个决定是影响他的一辈子。因为那个时候，耶稣为他站住，就在那个时刻，耶稣为他站住。耶稣什么时候为你站住呢？你想想看，我不知道，你要想想看。这是第一个，耶稣第一个就为他站住，然后又站住以后呢，他是怎样？吩咐人把他领过来。耶稣很有趣，耶稣要工作的时候，常常要找同工帮忙。不是因为耶稣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同工，他就不能做事，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要训练更多人跟他一起同工。耶稣要人跟他同工，吩咐人把他领过来，把他领过来，因为他是瞎子，需要人帮忙。因为有人需要帮忙，谁去帮忙呢？谁去帮忙？谁愿意被耶稣基督所差遣呢？谁愿意听牧师的话、听长老的话、听队长的话听班长的话？我们愿意被差遣而去呢，把那个需要的人领过来。那个人正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没有办法来，你愿不愿意把他带来？有很多人需要到教会来做礼拜，他没有办法来，你愿意开车去接他吗？有青年可能需要来到教会来，他可能没有交通工具，你愿意去载他吗？我不知道。你用摩托车也好，你用什么都好。我告诉大家，我年轻跟你们一样的时候，我在龙潭教会，我是每个礼拜六晚上5点钟就来教会开门，开门以后就骑脚踏车一个一个把青年载到教会来，再一个来就告诉他，拜托你在那边休息一下哦。那时候还没有冷气，吹电扇，你坐一下，我马上又回来，我去载你。又在第二个来，再来又跟他讲说，你们两个一起聊天啊，不要跑掉啊，我再去载第三个。环境是这样带出来的，你愿意吗？耶稣吩咐人说把他领过来，你愿意那一个带领别人，你愿意成为那个带领别人的人，耶稣需要你，需要一起同工。第三个，当有人把那个瞎子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来到耶稣跟前的时候，耶稣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吗？这句话很重要的，对那个瞎子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抉择。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文化背景：犹太人的乞丐是很好命的，你知道吗？犹太人乞丐如果是我
肚子饿，没有东西吃哈，我去敲门了，我可以主动去敲门吗？敲门，呱呱，老板门一开，就跟他讲说，对不起，我没有东西吃，你能不能给我碗饭？好，他如果要饭，你不可以给他面包吗？不行的，不行的，你跟他要馒头，你不可以给他气死，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照他所要的。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上帝的儿女，不管我的身份是谁。从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认为所有以色列人通通都是上帝的选民，没有一个人可以挨饿，因为他都每一个犹太人都有权利跟义务跟责任去帮助那个需要的人，这样了解吗？这好不好命？很好命，他绝对不会饿死。我去过以色列，不是去过以色列哈，你有看过乞丐吗？很少看到，真的，要就会。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耶稣告诉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就说：“我要能看见哦。”这个抉择要想一想。当我眼睛睁开了以后，我还能当乞丐吗？笨人哈！做乞丐做多久了？已经做习惯了，对不对？做乞丐要工作吗？不用工作，会流汗吗？好像不太会。不需要。不需要辛勤的工作，不需要的。如果是我啦如果是我，因为我一向比较懒惰，你叫我宁可当瞎子，你给我钱好，要不然给我一栋房子，要不然给我一辆车，以后让我交通方便一点，对不对？我可能会要那个东西，我不一定要能看见，因为我如果看见，我就要怎么样，自食其力，对不对？我再也没有资格去要求别人帮助。我就会失去邀请别人帮助我的资格，这个就没有。所以你不要以为，看圣经那么简单。耶稣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要看见，当然要看见。Of course， 这还需要考虑吗？根本不用考虑。你错了，他需要大大考虑。因为他如果说我要能看见，真的看见的话，那糟糕了。从此开始就要努力看是要种田，还是要做生意，还要东奔西跑，有些。”跟刚刚妇女一样到处去赚钱，很辛苦的。不过他好运，上帝有祝福他去读书的真的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他要面临劳动的辛苦要付代价。所以你知道吗？耶稣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事？”耶稣就是要让他面临他自己的挑战，打破他的习惯性，对不对？打破他的懒散，要打破这个。说我愿意看见，当他决定的时候，你知道吗？圣经怎么？耶稣怎么告诉他？当他说我要能看见的时候，怎么回答他说：“你能看见，你能看见，因为你的信救了你。”第一句话很重要，这一句话别的地方都没有写，都说你的信救了你而已，对不对？可是这里加了一句话。你能看见，耶稣现在很肯定的回答他：“你是要看见，对不对？你能看见，你能看见，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是及时的回答。你要能看见，就能看见。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能看见？如果你想看见，你就能看见。耶稣的回答就是这样，因为你的信救了你，一定能看见，非常重要。结果呢，耶稣就宣告。你能看见，你的信救了你。圣经就描写说，他立即就看见，然后一路归荣耀给上帝。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很奇妙，就这样子，为他站住，然后呢，跟妇人把他带过来。耶稣问他说：“我能为你做什么呢？”他说：“不要能看见。”结果呢，眼睛就看见，哇，很夸张眼睛就看见。就很高兴，就把笑到快裂掉了，好高兴，眼睛就看见了，好，然后就一路归荣耀给上帝，一路归荣耀给上帝，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那个人就跟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小故事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做我的解释。有一对夫妻两个非常恩爱，也很爱主，很热心服侍上帝，很会传福音。可是有一次
因为发生了一次车祸，结果这个先生呢竟然瞎掉，眼睛瞎掉，伤到他的眼睛瞎掉。瞎掉了以后，哇，这个家庭就产生很大的变故，开始生活就不同了。以前叫男主外女主内，对不对？现在变成什么？倒过来，女主外男主内，因为先生已经瞎掉了，照顾家庭，太太她开始出门去工作，去赚钱。哎，有一天，这些太太就跟老公讲：“老公啊，我们家这个房子已经开始在掉漆了，我们应该找油漆工来油漆这样。”因为她老公说：“好啊，你就叫吧。”就打电话，打了电话以后，对方就是答应了，什么时候就会来刷，那讲好的价钱就准备来刷了。你知道太太一大早就这样出门去上班了，对不对？上班就不在了，不在了以后就留下先生在家里看顾啊。油漆工就来了，来了就开始刷。哎呀，刷哪里呀？一看哇，客厅好，就刷客厅而已，就开始刷。一边刷，那个箱子那个老公嘛，以前很会传讯，然后呢，他就开始跟他讲，跟他聊天聊起来，没事嘛，就跟他聊天。油漆工也一边刷也一边跟他讲话。哎呀，你为什么瞎掉啊？我就发生车祸啊！发生车祸以后就看不见啊，所以我太太就开始去外面赚钱啊，我就顾家庭啊。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很悲伤啊，怎么走过悲伤？就是讲我们靠耶稣基督来帮助我啊，做了很多的见证给他听。所以油漆工越听越有兴趣，结果呢，没有几天的时间就把那个客厅刷完。油漆工跟他讲说没有关系，我觉得跟你很投机。我看你们家的那个房间也是那个不太好，我也帮你顺便刷一下，免费服务。我继续跟他聊天，越听越多，越听越多。我整个家庭厨房、厕所到处都刷光了，刷到没有可以刷，结束了。结果就要算钱，然后就跟他老婆讲好说，明天那个油漆工要来收钱哦，你一定要请假回来，要把钱付给人家。结果这个太太那一天就特地没有去上班请假，就留在那里油漆工。油漆工按了门铃一进来以后，那个太太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那油漆工只有一只手，剩下哪一只手？左手。他就开始告诉他们说，我之前也发生过一场车祸，我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油漆工，发生车祸以后，我的右手就完全断了，右手剩下左手，我就用左手仍然做油漆工刷。可是呢，每一次人家很多人邀请我请油漆的时候，我一到他家，通通都被拒绝。为什么？他的纯豆青你喜欢冲啥？都拒绝他，不喜欢他。可是因为他眼睛没有看见，不知道，所以呢就这样去，然后一直听到，他本来就很难，因为很难走出他的悲伤。本来他决定要自杀的，就在他准备要自杀的那一天早上，电话铃响了，他想说好，我接了这个电话以后，我就准备上吊，不要死掉。没有想到接了那个电话，正好他老婆打的电话，叫他来油漆。他想说好吧，最后一次吧。如果这次再被拒绝，我就真的上吊，然后呢，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呢，没有想到遇见了好朋友，听见了很多的见证。他怎么样走过悲伤？他的悲伤就是我的悲伤啊，他的痛苦也是我的痛苦啊。原来呢，靠耶稣基督这样走过来，那我现在知道了，如果我要走出我自己的悲伤，我仍然也要靠耶稣基督啊。他告诉他说，所以我经过了这个油漆的过程、分享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没有相信耶稣基督，我这个人生已经废了。但是今天来做你们的工作，我已经看见盼望，因为你们信耶稣这样走过来，可以走出悲伤，我相信我也可以信耶稣，也可以走出我的悲伤，所以我决定要信耶稣，进入你们的教会。他就信主了，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听了这个故事，还有刚刚我们所讲的这个巴迪买的故事，你有怎样的感受？不晓得。可是我想问你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古里说，
过去他的家庭是这样，他的状况是这样。当他决定要读神仙的书问叔叔的时候，叔叔怎么讲？他以为他自己很行，他以为他可以讨好教会的人等等，结果被记住，他没有去成功，他去读大学，有没有？他那个时候知道他自己是谁吗？不太清楚。可是当后来我经历上帝以后，他就改变了。当他改变，他才发现说，原来当时我是想要讨好的，而不是要讨。当他明白他是谁的时候，他就知道说，这是我第二个要问的问题。他知道说，他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他应该是怎样的人。他晓得，原来我要成为上帝的仆人呢，我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我们在座每位青年的弟兄姊妹，你希望将来成为怎样的人呢？难道不是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吗？是的。如果你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那好，那你应该做什么？你必须要有所行动呢。我要做这样的人，那我需要行动。那个瞎子想要得到医治，他大师他就要有所作为。他做什么？他认清他自己，他了解他的需要，他做了研究，他知道要找到方法。那个方法就是要信靠耶稣基督。他找到了，所以他看见了，他听见耶稣从那边经过，他就抓住那个机会，大声的呼喊。今天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你们的机会。你愿意做决定吗？这是你要想的问题。真的，我做过决定，我也想过，我在圣经写的是立地心志，要成为传道人，奉献给上帝。胡宁也做了决定，后面有一些神学生，他们都做了决定，他们每一个都有很精彩的见证，他们都做了决定。为什么？因为耶稣都曾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生命当中，耶稣曾经为他们站住过。今天耶稣今天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为你站住，你当做什么？呼喊吧！大卫的只是可能，愿上帝帮助我。我不知道诸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听了以后有怎样的感触？我很盼望你要有所决定，好不好？我们这时候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在唱的时候，你就好好的想一想，我到底是谁？我现在的处境是什么？你有没有像那个瞎子一样，都了解你目前的处境？然后你在想，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然后来想一想，你为了要成为那样的合神心意的人，所以应该做怎样的决定？教会需要很多的同工，教会需要传道，所以需要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出来读神学，将来为神所用，成为传道人。要说的庄稼工，做工的人很少，需要你读神学，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将来成为教会的传道人。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奉和工作需要同工，那些同工在哪？没有在别的地方，你不要到别的地方去找，很可能就是你，就在这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灵歌诗歌。为你歌唱。
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思想：我到底是谁？我应该成为怎样的人？当我要成为那样的人的时候，我又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的。就算今天你们面对，有一天你还是要面对，这是我们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不知道今天圣灵要跟你说什么，不晓得。但是我想要知道，你今天你的决定是什么？圣灵怎样做封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是谁？你要什么结果？我知道你今天听了上帝的话语，这一篇的信息以后，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动？那样的悸动，圣灵感动你。我有些愿意将来为神所重用，就像夫女一样，愿意一生做。看看，上帝对他所说的话，你将来要成为的夫人，这个话不管他从小17岁一直到他长大整个的过程没有停过，这生命里面，无论怎么变化，这生命就没有停过。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动？如果有，你今天感动出来，感动了。今天晚上我要出来，我就是要成为上帝的仆人，为所守护。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可以把你的右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上帝要祝福你，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勇敢的把手举起来，就好像那个瞎子一样，听见耶稣从那边经过，就大声的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前头走人指责他越发大声的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前赴后继，一直做这件事情，就是呼喊耶稣的名字。你今天也可以呼喊他了。你若呼喊他了，耶稣就会起来，把你带到他的跟前。你前面有一个鸿沟，愿意来帮助你，愿意吗？你愿意就出来。第二个声音，如果你说上帝没有呼召我要全职来侍奉，上帝可能呼召我要出来在教会里面成为忠心的仆人使女，我愿意成为教会的同工，服侍上帝。无论是在青年团契、少年团契、主日学或任何一个侍奉的工作，或是敬拜赞美，你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如果愿意为神守卫，你也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要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如果有，就把手举起来。就算你现在已经是同工了，你要重新立志，上帝也仍然会应允，会把加倍的恩典恩上加恩，地上。还有没有哪一个弟兄姊妹再给你一次的机会？你可以做选择，你可以做选择。你若想不要前主的侍奉，你就把手举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你知道教会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同工，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愿意投入这个侍奉工作。无论在哪一个事情上，问题是你就把手举起来。或是你已经是同工，但是你觉得自己软弱无力，我需要重新被奉献起来。如果你需要更多圣灵恩膏的能力，你也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给我们祷告。阿利路亚，主耶稣，赞美赞美。阿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你的圣灵这时候已经充满这个圣殿，因为你的圣经已经充满着赞美，充满着敬拜，充满着祷告，充满你圣灵的同在，充满你自己的恩膏。谢谢你，赞美你。那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你的面前立定心志，为你所用。主啊，无论过去我们年纪所过的日子是如何，无论我们过去是做怎样的人，但是主啊，从今以后，我们立定心志，要成为合你心意的仆人和使女，为你所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下一次所看见，知道自己的光景，明白自己的情形，明白自己的生命，但是重新立定心志。当越来从圣经当中越来越明白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
他就更愿意放下自己，以彰显这一位至尊的耶稣基督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主，是复活的上帝，他可以叫我们一切的败坏，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让我们得到洁净。不都不要想已经一件事情，就是跟耶稣基督连接，听他的声音，抓住一句话，放在心里，往前奔跑，勇敢的往前奔跑，不要畏惧，不要胆怯，只要勇往直前，上帝就一定祝福你，因为你已经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为你歌唱，带着信心来唱这首诗歌。因你刚强，你的爱在我里面酝酿，随我在世上作光。我愿意为你摆上，我愿意尊你为王。定睛在你的身上，即使我在惊涛骇浪之中，仍有信心和理想，将我的眼光定睛在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快，我们的聚会即将要结束。等一下如果你想要跟我们的神学生一起来讲话，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感触？你希望找人可以讲话，你可以找我们的同学，或者是找我也可以，找林牧师也可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有简单的这样的报告。我很盼望我们在场的所有弟兄姊妹们。今天你来到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冲动，上帝一定会祝福你，一定会祝福你。今天祷告，上帝一定应经得住，神的话安定在天，命立就立，命有就有，信吗？低头用主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请坐。我们一起报告。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现在就到此。那我们心中要是有一些想要疑问的，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可以找前面有一个有火柱的，可以找他们聊聊，或者是找牧师。
事良苗都可以。平安。越神越闹越这孝顺基本上是神的心意，都不是你的。我们在当初一起同心同行，无法完成这些工作，许愿将一切荣耀归于你。阿门。主也将晚上这个心主化的，就是这个事，在这条路上的人生中，去来带领我们的学校、我们是课业跟任何方面的一件事情，跟上家人，我们有的时候就知道上到这样一个动力继续来为一切，可以来纪念马丁师他所做的工作，坚立坚固他的信心，让帮助他因他的参与投入，使学校更加的慢慢发展起来，使更多人认识学校，所以在你美好的人出去。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使用在这个段落，愿你继续恩待我们。